界甲其中所充满拢是上帝的，对无吼？咱这首咱来吟这首诗歌的时，咱拢感觉心充满喜乐甲感恩。咱同齐出声来吟这首《我心阿乐上帝》。我心阿乐上帝，主的与我的。我在雨下，我落一朵子苗。一朵花你来共你交合。我心阿乐上帝，世间全人的陪，我用微笑的心之下，我落一朵子苗。你在上我心中。就来凉风吹来，共一段爱。第二首543首，我爱佛主的宽恕吼。咱这首诗歌足水的吼，咱平时较少人，咱来读第一节的诗歌词。543首，543首。圣诗543首，我爱他这咱当作来读第一站哈。我爱主的宽恕，爱无快受气，伊无万分到怜悯，常常温柔谦卑。我爱主的宽恕，伊把向关山顶。当咱天地三地，我爱做伊学生，咱来做咱上帝的学生哈，咱做耶稣的学生来，咱同齐来吟第一节、第二节哈。这诗歌的时阵，这诗歌哈有一寡高音加连接音，咱来甲分得清楚哈。来，1、2、3，来。主的宽恕，爱我宽恕你多万分好意，永久温柔的你，我的宽恕，你的阳光所指。你的发明，我爱这一把心的手，我主完成，我多漂亮，我是让百光彩，要真实的时光，这咱这边咱来敬拜赞美哈，咱用爱使我们相聚一起，咱同齐来互相亲安。咱即把起立好不好？咱来吟这首咱个三个主句哈。听好
吼，咱三个主持做一会吼，咱会当三个主持实在是真学咯。三个主持来做，咱们三个主持同心合意。让我找到自己，来走，让我找到自己，来走，让我找到自己，同心合意，看到世界的世界。你来自我里，让我找到自己，来走。他说咱来听咱的思成老师、慧文老师，以前那个那个以前那个伴奏哈，原来诗情，我告诉你的了，很轻快，对不对？像有那种爵士的味道，对不对？好，咱吼。对咱的心做跳摇来学到咱的主，好不好？好，咱这摆咱再来练一摆，因为这首诗歌这么好听，还佫遮轻快，会当上做咱平时聚会的时候，咱甲背起来，随时是咱的心底内底，咱会当跳跳来学到咱的主哈。咱即摆过来练一摆哈，头一摆是男生来练嘛，咱来比较看嘛，男生比较好听还是女生比较好听？第二摆女生来学哈。第三个，咱全部一起来学咯，咱莫看投影片，咱自己就好唱，安尼甲背起来，好不好？好，来挑战一次哦，来，男生女生，弟兄，这个自己来爱我走，咱这个自己同心合意，你要是自动的世界。你来自我，很少的不羁，让我的想法自己，来我走，让我想法自己，同心合意，不要死。你来自我里，让我找到自己，来走，让我找到自己，来走，让我找到自己，同心合意。你要是让我找到自己，还有我们的上帝。咱来亲近耶稣，就快来。那耶稣是咱的心的囝，咱来亲近耶稣。我来亲近耶稣。心的老人相遇了我，他是光的手，世界的华丽，我随他紧紧我的你，他是光的手。你我紧紧跳下来我心中，我来亲吻那手，春秋的花蕊，你的随着紧紧我的你。我来亲吻那手，你跟我亲，我
真是有时个，我来亲近耶稣，心就真欢喜。伊温柔叫细囝亲像我甲你，而且咱将一切荣耀归乎咱天顶的爸。搁较一遍，用乌罗来在，对，归乎阴间归乎咱的上帝。即个咱永远徛伫，咱来甲上帝讨。他讲我切较无力来到你的面前，是要对着耶稣来做栽培甲造就，因为咱的心较无伊，亲像咱较无开水一样。我的心是土地，爱进入你的话，若是温存栽培，就要结实多多。咱来向咱的上帝祈祷，我的心是土地。咱用基督的心来领。我心是土地，爱进入你的话，那是花也请由怜悯，敬畏伊的人。假说阮用较无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是阮性命的娘，阮是靠你徛在伫这个世间。有这个时阵，有到有福气伫咧路主教会伫遮同心，用心灵来敬拜你。看着上帝，你才对阮，将你的话夹伫阮的心里。我若毋望切出较无力，将我的心当作是土地，要来认识上帝你的道理。因为伫马太福音13章23节，你也安尼讲，家伫好的土地下，这是人听道理来晓悟，伊实在要结实，所结的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的。所以说，就阮
求你开启阮的智慧，互阮会当温群来管握上帝你信心的教示，行达合主的旨意，成做上帝你的欢喜。感恩敬虔，带着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感谢请坐。来啊，咱着各种敬拜，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有赐的百姓，是伊手的羊。即个参下这起日，咱就会用言诗来俄罗斯上帝。参下这起日，信息18首，我心俄罗上帝。咱就会演展示。
这唱这，咱同心来祈祷，七十八的上帝，愿感谢你，你是信实甲公义的上帝，你是听阮的主，愿带着敬虔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献上阮的感谢甲懊恼。感谢主的恩典甲看顾，互阮伫疫情甲战争的危害当中，保守阮安然度过。也感谢主的救赎甲恩典，守住信心甲阮同在。引带扶持阮行人生的道路。主耶稣，你知影阮的软弱，由你帮赞医治阮，互阮的灵魂体拢会使丰盛勇健。今日是教会甲社会奉献主日，求主看顾保守教社委员会事工，拢会使顺利来推行，来彰显上帝的公义、灵敏甲无比的疼，成做传福音甲祝福人的管道。求主也为阮教会所有的事工来开路，特别是主日学伫这两天举行的暑假儿童营，求主亲自来带领甲保守，从头到尾一切拢平安顺利。互无私主日学校长、老师甲所有的同工的护士拢大有果效，将福音的种子也伫这囡仔的心中，互因通入捌主，也领受主的疼甲丰盛的恩典。成做信心的追随者。主啊，你的疼是何等的长阔关心，由主的疼来充满伫阮的中间，有疼的所在，都有主的同在。阮也的确要伫主的同在内面，互阮一生会使学习主的款式，成做你所欢喜的子女，互阮的生命会当荣耀主你的名。阮的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们。接着咱来考验，考验文14篇，诗篇46篇，考验文14，诗篇46篇。现着我来考查下这来译。上帝是咱的避难所，咱的溃烂。虽然地大变动，海水也涌哗哗好，这声咱拢免惊。有一条河，伊的水流，互上帝诚欢喜。上帝踮伫遐，城一定袂摇动。日邦哗哗好，日国动摇。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来看上主的所做。
伊阿姊经斩断手，放下受战车。咱拢静落来，就知我是上帝。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以上，这点是圣歌伫要来献诗，因今日要献的诗是圣诗344首，救主耶稣愿你来听。感谢咱做伙来重新上帝话，创世纪第22章第1节到14节，创世纪22章第1节到14节。这个代志以后，上帝赐阿伯拉罕，叫伊讲：阿伯拉罕，伊应讲：我伫遮。上帝讲：你带你的囝，就是你独生的囝，你所疼的以撒，去摩利亚的地，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伫遮将伊献祭烧祭。阿伯拉罕透早起来，预办炉，带伊2个少年人甲2个囝以撒，食破烧祭的茶。
就起身去上帝所指示伊的地。到第3日，阿伯拉罕夜晚远远看迄个所在，阿伯拉罕对个少年人讲：“你甲如暂遮听候，我甲囡仔去遐敬拜，就倒来恁遮。”阿伯拉罕将烧济的茶下伫伊的囝以撒的身上，家己的手掠起角刀，对迄只2人3角行。以撒甲伊的老爸阿伯拉罕讲：“爸啊！”伊讲：“我的囝，我伫遮。”伊讲：“你看，迄角茶拢有，总是烧济羊仔离角落。”阿伯拉罕讲：“我的囝，上帝家己备摆烧济的羊仔，对迄只2人3角行。”因到上帝指示因的所在，阿伯拉罕伫遐起坛，将茶摆好，把伊的囝以撒下伫坛里的茶顶。阿伯拉罕就伸手掠刀来杀伊的囝。摇坏使者对天叫伊讲：“阿伯拉罕，阿伯拉罕！”伊应讲：“我伫遮。”使者讲：“你毋通伫即个囡仔的身上下手，也毋通对伊怎样做，因为我打知你是敬畏上帝，也无将你的囝，就是你的独生的留地无互我。”阿伯拉罕了目看见后面有一只羊羔，头低伫规坡的树仔，阿伯拉罕就掠迄只羊羔来，献做烧祭来替伊的囝。阿伯拉罕名迄个所在叫耶和华伊勒，到今仔日人还在讲，伫耶和华的山咧避难。以上。即个请兄做起立，咱同齐来念新的概念。请，你就是心真是是伫正主你的上帝。即个界是大个，也是好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见着正主比亲像家己。即两条界是全流派甲神秘的总归头。我用新的概念予你。就是恁着相疼，亲像我捌疼你，恁也着安尼相疼。恁若相疼，圣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核心。那这个请坐。即条是进度，来要请文化教会临时服务师来为咱进度。伊今日要进度的题目是敬拜。请咱主席来听。今日大家平安。平安。免开哈。感谢上帝哈，咱拄仔咧读新的概念的时吼，我记我差不多顶礼拜看到吼，看到因咧讲耶稣对因讲即个新的概念的时吼，恁着彼此相疼吼，应该真心真意听主你的上帝吼。这个温度检测这我拢会晓啊吼，我拢背起来啊啦吼。总是讲较上下边迄个时吼，因会解释着啦吼。比如亲像我捌听恁共款吼，亲像我听恁共款吼，这因为迄个像啊吼，经过耶稣定时日过了后，因搁一摆来想一句话是吼。亲像我听恁吼，我为着恁定伫时价顶诶，迄款的听吼，因来去想啦吼，伊讲通过安尼吼，通过或者温度，搁一摆来思考吼，咱有法度亲像耶稣基督为着要听咱定伫时价顶迄款的听无安尼吼，所以我今仔用一段圣经来敬拜，检查咱真实啊，检查咱真实，后壁咱伊个故事吼，讲遮个事了。圣经讲，遮个事以后，遮个事什么事？后壁来喊伊个故乡有儿吼，收着呼召出来，因讲45岁吼，45岁，然后对迄个所在会行出来，要去的所在，伊还毋知要去倒位，所以讲伊真有信心。
检查咱来讲阿伯汉真有信心吼，就是伫迄个过程中间，一年一年一直过吼，一直到99岁时，也无囡仔吼。等于天才，比如讲要生一个囡仔的时阵吼，圣经捌写讲，伊已经经过迄个生育的年期啊吼，伊的太太嘛无法度过来怀孕啦吼，但是有迄个信心啊，所以希伯来书有讲一段讲，虽然经过迄个人体的生育的迄个年岁啊吼，总是因为信心的关系，信心，所以会通伫遐来去为着生一个囡仔吼，安尼吼，这是遮的资料吼。但是以撒生了后，就是今仔日圣经吼，今仔圣经讲，上帝爱伊将伊个囡仔来献互我，所以伊就带伊个囡仔，咱今仔看圣经，伊透早起来，我想这是一个过程吼。谁人无需要用一段圣经甲咱做来分享敬拜？我想咱今仔早去，真侪人，咱圣歌队来练歌吼，真侪人真早就来教会。真早就来准备来敬拜上帝吼，但是阿伯汉有一个更较特别的所在，是咱应该学习的吼。所以我今日用一段圣经，咱做来学习，明安怎做一个好的敬拜吼，咱先做来祈祷。至善的天父，阮感谢你，阮感谢你，互阮会当成做你学生，阮感谢你，互阮会当学习耶稣基督为着阮来定死伫十字架。阮感谢你，互阮会通学习阿伯拉罕，伊人生的过程中间，受到你助力大大的祝福。伊个囡仔会通接，伊个好诶会通接到人诶祝福。阮也恳求上帝你保守伫阮罗州教会，阮诶兄弟姊妹，阮会通有好诶敬拜，互主你来欢喜。阮开始之前，阮来感谢基督，我是靠住耶稣基督诶圣名求。阿门。咱也看到有一个人伫遐吼，迄个人感谢咱有人毋捌你啦吼，但是真有名吼。我顶两礼拜我捌用讲迄个比尔盖茨吼，咱来把在伊将伊的一生的中间所赚的钱吼，来捐互这基金会啦吼。我嘛迄真好吼。但是我2-3礼拜之前看到伊的资料吼，我感觉应该来分享，而且伊的一生敢若像咧敬拜共款吼。伊讲伊咧坐飞轮机的时。伊要坐飞轮机去做工课的时候，飞机开始要乘悬的时，伊伫遐学了上帝，伊就唱圣诗吼，伫遐祈祷吼，伫遐读上帝的话吼，会通讲，去早起时就开始伫遐咧敬拜吼，然后写了伊的奉献吼，小可特别啦吼，伊20岁开始，真正伫上帝中间伫迄个教会咧奉献的时候。伊对家己讲吼，伊讲伊要亲像迄个马鞍山迄个牧师共款吼，华里克牧师共款吼，伊讲伊每一年拢增加1%安尼啦吼，每一年增加1%吼，所以伊即摆已经60岁啊吼，所以伊讲伊的奉献啦吼，已经增加40%啦吼，原底10%佮加40%吼，所以等于伊每一年每一个月奉献是奉献50%安尼吼，所以有人在讲伊的整个的资料吼。一年伊的奉献是25亿的台币啦，吼，然后伊的奉献的钱是25亿的台币，吼。常常咱拢将迄个10%吼，当作是一个楼顶板安尼吼，想要爱去突破楼顶板安尼，伊讲毋是啦，吼，伊讲咱来想如何要去突破咱这个奉献的10%呢，吼？怎么去突破它啦，吼？伊讲咱迄个10%是上盖加的啦，吼。应该按10%，所以伊就开始，伊咧学习一个牧者吼，华里克牧师伊讲伊到即摆是80%吼。当伊开始要奉献的时阵，一直到即摆吼，已经经过几年，70年吼，所以伊是80%吼。上帝有祝福伊啦吼，所以迄个我要讲的是啥物吼？用敬拜是啥物？敬拜包含奉献，敬拜包含服侍吼。所以咱的奉献，咱的服侍拢是敬拜一环就对啦吼，敬拜的一环吼，所以敬拜非常重要吼。有人讲敬拜是啥物？敬拜
英文叫 worship 哈，就是讲咱的敬拜啦哈。有人从这里个拆开哈，敬拜是一个 worship relation 哈，就是讲一个，大家咱来，一个值得我们回忆的一段关系啦哈。今仔咱来敬拜时，咱是毋是要将摕这个关系？啊！我今仔来跟上帝，我和上帝有一款特别的关系。像咱拄啊咱带咱敬拜赞美吼，咱的姐妹讲，咱是土地，上帝要将种伫咱的心内底，要创啥物？要结实，袂通亲像遐个刺皮、遐荆棘共款吼，袂通亲像大海地共款，一头出来煞死去安尼吼。咱要安怎将上帝的种子放伫咱的内面，然后会当发出济出来吼，有30倍、60倍、100倍啦吼。这是一个咱应该要学习的所在。阿伯拉罕，伊互咱学习一开始吼，一开始伊讲伊透早起来，清早就起来吼。我想咱拢真好，咱拢真清早就起来吼。咱特别咱9点，今日到是10点吼。所以我想咱伫9点之前，咱就准备咱的好吼，咱准备来教会，然后准备伊的驴啊吼，准备他的驴子，就是咱准备咱的奥托拜，咱准备咱的卡拉车，咱的车共款吼，咱来到上帝面前，咱准备遐个茶，遐要起火，准备所有的物件。但是我所要讲，这是要来教会准备了，这不是敬拜的准备了，这不是敬拜的准备啊，这是咱要来教会准备啊。亲像阿伯拉罕，伊要去摩利亚山吼，这个山非常特别。摩利亚山即马吼，伫圣殿的顶头吼，后来代表王将圣殿起到一个摩利亚山的顶头吼。这个摩利亚山这个所在，即马是三个所在，三个非常重大的迄个教派吼，回教、犹太教、基督教吼，因为圣地的所在吼。因为敬拜，所以这条山变成一个圣殿的山，这条山变成一个神圣的山，因为伫遐甲上帝有一个真亲密的关系。所以这段记载，那对迄阵到今啊吼，已经差不多4,000年的久吼。咱的信仰有2000年啊吼，可伫迄个过程中间，伊是讲这段记载已经有4000年久的时间，到今啊要互人怀念。所以我所以讲，一个甲上帝有一个真亲密的关系，值得我们怀念的一个关系吼，这就是敬拜的意义吼。我relationship 一个值得怀念、有价值的一个关系啦吼。平安怎有一个价值的关系？过去顶两天咧看咱的新年光的时，这礼拜有一个妇人人得到医治。有一个妇人人有18年的时间，拢是弯曲的吼，就是身体上弯曲来了哈。啊，因为有撒旦伫个心上附在他的身上吼。圣经足奇妙吼，耶稣看到伊就讲你来，请伊来了，讲你的病要得到医治啊吼。后来伊就安尼来身体，耶稣的手放伫伊的心上，伊的身体就好起来吼。耶稣在做的时，遐关怀病人伫遐有这么万件吼。为什么万件？因为你伫安息你要来做来行医治的工作是袂使。但是耶稣基督对伊讲，对遐关怀病的人讲吼，这个人是什么人？这个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吼，亚伯拉罕的后裔啦吼。可是我说感觉足奇妙吼。要安怎称作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怎么样才是一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哈，因为耶稣去对着撒该的时，撒该本来要爬上树仔顶头来看耶稣，耶稣讲：你落来，今仔日救恩要临到你的厝。
因为你是阿伯拉罕的子孙。圣经中间有真侪子孙，真侪好的吼。阿伯拉罕伊的记载吼，伫旧约非常的是有大概有真侪篇幅拢记着亚伯拉罕的过程，创世纪差不多有1/3拢记着伊吼。但是伫新约伫保罗吼，保罗伫加太书，伫罗马人书，后来伫希伯来书吼，嘛写真侪保罗的代志。就是像今日所讲的，保罗带着伊的囝要去摩利亚山的时阵，伫迄个过程中，也无有即个人各外的代志吼，还没有人复活的事情啊吼。希伯来书吼写讲，像亲像看着人各外一样。意思讲，亚伯拉罕今仔将伊的囡仔献伫即个石盘顶的时，伊知影伊的心知影，虽然伊的囡仔会死去吼，总是伊亲像看着伊的囡仔各活一样。哦，这是希伯来书对亚伯拉罕吼一个真水的一个对这段圣经一个真水的解说，好像这个孩子还会复活回来一样。这个说今仔要对咱讲的是非常重要吼。敬拜有几项的物件吼，非常的重要。敬拜是因为耶稣上帝对伊讲，圣经来看的，上帝讲，带着你的囝来奉献，来伫即个摩利亚山顶来做烧祭来献予我。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讲敬拜上界重要是什么？上帝话吼，是真理的顶头。伊讲台湾话，我现在较无讲台湾话吼。当时我是台南大汉的，我是台南的囡仔吼。后来我来牧会过程中间，第一个教会是拢讲原住民的话吼，所以我会晓讲阿美族的话吼。后来过来去伫迄个头份教会吼，是讲客吼，所以我开始讲客吼，唔免讲客，会晓讲客家的话吼。但是其实我有一届我的囡仔拄来伫迄个读册的时候，我的囡仔是伫真卡大汉的，完全拢讲台湾话吼。对个阿嬷讲台湾话，有一届伊来上幼稚园的时，我印象最深刻吼。我印象很深刻，伊来上课，老师开电话讲：你的囡仔是不是袂晓听国语哈？你的囡仔是不是听不到国语吼？哦，敢会安尼吼？后来我就囡仔问讲，因为老师讲我在上课，我囡仔拢伫后壁行来行去啦吼。老师讲我在上课，你的孩子都在后面走来走去哈，是不是伊听无台湾话啦吼？听无国语吼？我就甲囡仔你是不是听不懂国语哈？我听得懂啊。老师在讲话，你怎么可以在后面走来走去啊？哈，也回答我真聋哑吼。伊讲吼，老师也在前面走来走去啦。言语非常重要，无对吼。但是咱是不是让以身作则会非常重要吼？但是在核心的过程中间，我们可以以身作则哈。亚伯拉罕真正是咱谈核心的所在哈。所以常常人讲亚伯拉罕的后裔哈，亚伯拉罕后裔。我对我说讲，撒该的时，耶稣讲伊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哈。拢会通对亚伯拉罕来讲起吼，但是亚伯拉罕声非常重要吼，因为伊的后裔，甲你讲的是讲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所以咱每一人拢通过基督来得到这个福音吼。原本咱毋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啦吼，咱是后来通过这个信仰的中间，咱会通明白耶稣基督。咱相信耶稣基督对死个活，咱相信耶稣基督互无变作有吼，对创造遐来看吼，所以咱会通叫做亚伯拉罕的后裔吼。但是我所今日对咱讲的，亚伯拉罕的敬拜非常重要。咱常常咱先看吼，敬拜是啥物？
想象咱会较强调的是敬拜，还是有迄个感觉啦吼。我记我拄来文化教会时吼，我想我因为我伫过去伫阿美族的教会，哇，他们的敬拜就是很热烈吼。毋像咱拄安尼，真正是咱拄安敬拜吼，真好，总是有感觉较安静一点嘛吼。阿美族原住民的敬拜吼，是又唱又跳吼，迄是一个非常欢喜的敬拜啦吼，将因的欢喜放伫咧。通过因的敬拜赞美来表现出来吼，但是我所以讲的敬拜不是安尼吼，我虽然讲这唔好啦吼，这非常真好吼，但是敬拜是啥物吼？敬拜是啥物？敬拜是上帝的真理做咱的根基吼。咱看下一页吼，看下一页。歹势，因为伊拄啊调的时间，因为上帝是上帝叫阿伯来喊讲，你通带你的从你的囝，你的独生的囝，啊，你的带你摩利亚所献给我吼，这是。我唔知，可以吗？可以。这是咱的一般的领域是安尼吼，是敬拜是所在吼，咱若像着敬拜讲咱来去西点敬拜吼，咱来教会敬拜，再去咱的会长我会长吼，带我去另外即个所在，请停伫即个泸州国小的所在吼，这是个敬拜，另外上帝所在的敬拜吼，咱的内容是物？咱来看着想啊。敬拜就是通过诗歌，通过讲道，通过祈祷吼，通过从这听书来敬拜吼。下面是因为我妈妈吼，通过有一个印尼的帮忙啦吼，来照顾我妈妈吼。印尼咱知吼，印尼常有几个月时间吼，袂通食早起时袂通食物件吼。一定要日头落山了后，开始咱啉水啊嘞吼。因的敬拜是甚物款吼？会通互咱搁一摆来思考，什么是真正的敬拜吼？所以我说用好，来，真理的根基是咱敬拜上个重要的吼。通过咱是上帝讲的吼，像带着你的囝，你的独生的囝，你的以撒来圣殿来奉献我吼。哦，常常咱的敬拜吼是人讲的吼。我记咱即下即话真个新的教派吼，我们一起来给耶稣一个掌声吼。是人最近有真侪人带去柬埔寨，为什么会去柬埔寨？因为人讲的，人说那个地方薪水很高，人讲可以说在底下只是做文书工作，对他有真侪钱吼。常常那敬拜是不是伫人讲的？来教会员啊，只要我们来教会，我们来敬拜他，就能得到什么东西吼？不是吼，是通过上帝对咱讲话吼，伫咱读圣经的中间，互上帝话进入咱的心内吼。互咱的生命要得到这我还最伫咱内底吼。我记耶稣基督对迄个第三玛利亚妇人讲，敬拜是按什么？用真理来敬拜了吼，用诚实来敬拜，迄诚实就是真理吼。咱是通过真理来敬拜上帝吼。所以。这是我最近会拄到一个问题吼，合神的心意还是要合人的心意啦。我拄来讲，我拄来是是不是会通带咱我即摆伫文化教会，
是毋是咱带文化教会通过敬拜赞美吼，互人甲上帝会当伫早起阮的灵被调动起来吼。但是有真侪人对这个敬拜赞美有这样意见。后来我说，我就对因讲，我们要敬拜是要合人的心意，还是要合神的心意？圣经中间有真侪人真的向敬拜，什么人向敬拜？大卫王真要敬拜，大卫王是真要弹琴、弹琴、鼓瑟、唱歌，也敬拜上帝。他是一个合神心意敬拜的，所以伫迄个过程中间，真理的根基来敬拜是第一项吼，上较重要。第二项什么？第二项什么？我想咱来看到吼。伫这个阿伯拉罕的敬拜过程中间，有啥物人无去无？撒拉无去。迄个甲阿伯拉罕同时间对乌尔出来，这个伊的太太无去啊，无看到啦，毋是无去吼，无看到吼，现在无看到。咱想看卖啊吼，现在无看到。等于要甲伊的囡仔要放伫这个祭坛顶端，要将伊抬死。咱有看迄幅图。阿伯拉罕从倒举起来，要抬这个囡仔死。你想，若假使撒拉伫边仔看到会安怎？每一个妈妈看到伊个囡仔要受害死，你的心会亲像安怎？特别是伫你经过真无可能的过程中间来怀孕来生出来囡仔，所以阿伯拉罕绝对无甲伊个太太讲吼。当上帝话临到你阿伯拉罕讲，你将你的囡仔来献互我的时，不是想可以想象，伊绝对无讲吼。第二项分别为圣吼，圣经写伊经过3日了后，来到迄个摩利亚山的山骹的时，阿伯拉罕住伫希伯伦吼，希伯伦就行差不多差50公里左右的路吼，来到伫摩利亚山下吼。伊做一个，将迄个女子啦吼，将女子去将伊的仆人吼，拢你们在恁伫这个山骹等我吼，我带我囡仔起来敬拜安尼。这是一个，我说讲，这是一个分别为圣的敬拜吼，分别为圣的敬拜。有啥物会？有啥物件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跟神的敬拜？咱想看卖啊？女子是不是影响到敬拜？女子忽然间不小心看到啥物件会叫声出来，昨有真侪人咧做个电脑展吼，机器人展吼，看到我是真侪机器人吼，但是有想到无？当咱咧含上帝咧敬拜的时阵，是毋是有啥物会？咱每一届咱做礼拜的时，拢会讲啥物？将咱的手机关起来，将咱手机关到震动的所在。师父刚才对咱讲，这是一种真客气吼。我师父讲说，应该爱将手机完全关掉，爱将手机完全关掉，现在爱关掉，手机关到震动。只是不会影响到别人而已，但是手机要关到震动，还是会影响到你哈。当咱甲上帝伫遐真亲密在讲话时，手机打起来，我们是不是会看一下？咱是不是会看一下啊？谁在找我？迄是不是？我所以讲的是，那个震动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跟神中间的感动哈。上帝话为什么要感动咱？总是咱忽然间听到震动声音，那个感动就不见了。这是一个分别为圣的。阿伯拉罕，第二项的预备是什么？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预备。除了有真理的根基以外，哈，一个敬拜上海重要有真理以外，还有一个分别为圣的预备哈。伊将伊要互伊的太太知影，伊将伊的仆人放伫边啊，将伊个女士放伫山骹，带着伊囡仔爬去。我记我有一个故事，是一个做老师的吼，
退休了，每一该要读圣经的时，每一次要读圣经的时候，伊拢会把圣经摕起来吼，然后很开吼，要很进前，伊就爱先起立真敬礼哈，要先把这个动作完成啊，再开始看圣经。有人讲那就安尼吼，伊讲我一直做老师的时吼，那个小学老师的时，大家都是这样子哈，学生都是这样子，要来上课之前吼，就是弄一定爱先安尼做哈。有一人是不是赶快拿来哦？是不是把那个会影响到我们跟神敬拜的东西从我们身上来拿掉？等他们来早起时代要来教会时，除了咱准备早起时来，除了咱亲像要喊吼，清早就起来，将咱的车油交满，骑来到教会，将咱的衫穿到真水吼。这拢真好哈，这都真好，但是这是要上教堂的预备，并不是敬拜的预备。敬拜的预备，我们要听到神的话语，听了上帝讲，上帝对咱讲的啥？对我无说讲，迄个敬拜，不是干那服侍，不是干那奉献，不是干那听上帝话尔，还有奉献哈。这不是我这是百科全书所写的，我感觉是真好哈，我感觉真好，一个真正正的敬拜哈。奉献嘛是敬拜一部分，服侍嘛是敬拜一部分吼，毋是干那来坐了个等安尼吼。所以我说到讲，听着上帝的声，听着上帝对咱讲，咱通好来泸州教会做伙来敬拜，这是上帝对咱所讲的。9点开始，咱就8点半，咱就来开始出发，提早10分钟来到上帝面前，安静咱的心。互上帝话进伫咱内底，上帝也正式要伫咱内面来开花结籽，这就是咱敬拜吼，咱来教会的预备吼。但是咱要来之前有准备较重要事，就阿伯汉所讲的吼，是上帝叫我来，不是人叫我来吼。咱常常来是爸爸妈妈，要做礼拜较紧的吼，毋是吼，毋是爸爸妈妈叫咱来。嘛毋是长老牧师叫咱来吼，是上帝叫咱来到上帝面前。第二项是有分别为圣的预备吼，咱将迄个会影响到我们，会影响到咱跟上帝关系的物件吼，咱拢会通摕掉。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吼。过来，好，咱要让进入圣洁哈，迄个分别为圣哈。除了说分开以外，哈 ，separate 哈，就是把它分开以外哈，还要进入到 into holiness， 就是讲要进的迄个，所以我说来讲，空间时间哈非常重要了哈。但是咱较重要是讲要那里面分别为圣的预备哈。过来。阿伯汉讲敬拜要有目的哈，敬拜要有目的了哈。但是有人讲敬拜的目的就是敬拜就是唯一的目的哈，没有错了哈，敬拜是唯一的目的。但是敬拜目的是什么？献上自己哈。阿伯汉，伊虽然无将伊的囡仔献等于将茶铺好，将囡仔放伫顶头，然后甲倒也开要抬死。可能敢有天使会声对讲，毋通对这个囡仔下手吼，因为我知你是一个敬畏我的人吼，因为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虽然伊无恨伊的囡仔，总是上帝的心在，伊恨就伊家己啊吼。这个囡仔是等25年吼，从75岁一直到99岁哈，100岁才生的孩子哈。是等25年才生一个囡仔吼，所以迄个敬拜第三个非常要有一个目的的哈，但是这目的不是为了自己哈，而是献上自己的哈。我开我有下几项哦，咱咧抢头香哈，抢头香是什么？是唱迄第一个出入去哈，啊，
为什么会抢头香？是因为他为了自己，所以外口排队吼。我去伫咱台湾的小学，咱看见有真的餐厅，都开始营业的时候，他会排要前面几个人来可以打折，可以做什么？后来我排队排偌久的吼，伫庙里嘛亲像安尼吼，真侪庙宇吼嘛是亲像为了抢头香吼，为着要抢头一个，大家伫遐争吼，甚至伫遐个有人受伤去。但是敬拜不同款，我们的敬拜是为了要献上自己，而不是为了自己。特别咱互咱看得真水的所在吼，伊从伊的囡仔献到上帝。虽然无很像囡仔，但是我讲，他献上了他自己的哈。所以我们敬拜的时候要有目的。除了献上自己以外，我们就是要遇见神。然后能够成为神的荣耀，让神因着我们所做的，然后他得到荣耀。我刚才是保罗所写，讲如何将自己献为活祭的哈。这是保罗最后一个讲的是要有生命的改变。我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在看带我在看迄个富人人，有18年的时间，身体是弯曲的哈，然后伊迄种伊无因为弯曲，所以咱迄个新年光有写吼。无因为弯曲，所以伊就不来教会；无因为弯曲吼，所以伊就只埋怨别人安尼吼，埋怨上帝安尼吼。所以也通伫迄个过程中，共款照常来伫圣地咧服侍吼。因为安尼，所以耶稣看着伊，因为这样子，耶稣看到他吼。但是耶稣看着伊的是，毋是干看着伊身躯的迄个病痛而已，看着伊是，他是一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他什么？因为他相信上帝是一个好是无变成有的。神说要有天，要有光，要有太阳哈。上帝会当对无来创造有出来哈。上帝嘛好死会当变成活哈，从让死人能够复活哈。所以迄个富人人就因为安尼，所以无掠讲伊家己身躯遮尔济病痛。所以就来怀疑哈，这就是因为，这就是圣经所写哈，因为相信来得到活命，因为信而称义哈。我们要信什么？信神是一个实无变成有的。我们要信什么？信神是一个能够让死人复活的哈。最后伊讲，因为我知你是敬畏我的人哈。我们的生命是，咱的生命是不是会当互上帝来得到上帝名里的荣耀吼？我记我讲，我常常爱讲一个故事吼，一个两只鸟出来的故事啦吼。我有一个国王，拄就任的时候，刚刚成为一个国王的时候，想要将伊整个王宫重新来建造。就安尼，伊就开始去找因国家内面所有上界会晓雕刻的人，最会雕刻的雕刻家来。这是一个网络上一个故事哈。经过一层一层的迄个挑选之后，终于找到了2个人，这2个人拢非常好雕刻哈。哇，这个国王真注意的，就你们回去雕刻老鼠。2个人回去之后1个礼拜。将伊所雕刻老鼠拢摕来吼，2只拢非常的水啦，总是有1只特别水，看起来像真的老鼠安尼吼。这个国王就因为这样子，要将这个全国第一雕刻师，因迄个国家上届搞雕刻的吼，要将这个奖项要颁奖给他。
是不是要互伊来为了伊王宫来建造安尼吼？这个第二名这个人讲国王，老鼠像不像？怎么会是由人来判断呢？应该由猫来判断啊！是不是真正有像？鸟鼠有成无成，不是由人来判断哦，是应该由猫来判断，由鸟来判断啊。就安尼，国王讲好，你的爱伊才大成功。恁等于从恁兜的鸟仔抱来吼，当所有的鸟仔抱来时，放落去，鸟仔拢冲对第二只去吼，冲到第二只去了吼。哇，安尼一看就知道了，是第二只老鼠吼，最漂亮，最像了哈。这个国王非常的怀疑吼，伊就问没办法的哈，伊就将这个奖项颁给第二个雕刻家哈。总是真怀疑讲，想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个国王问这个第二个老鼠，第二个雕刻家讲，想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的哈？这个第二个雕刻家的甲国王讲吼，国王讲我跟你讲，我的老鼠是用鱼骨头雕刻的啦。用鱼的骨头吼，都的来雕刻这只老鼠出来了。为什么会冲上去？我们都知道哈，因为它有味道，它有味道。我是会讲什么？我们当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味道哈？不是只有很漂亮的哈，不是只有我们穿的整齐，穿的，就像那是敬拜预备的哈，那是敬拜预备的。那是到教堂预备的啦，清早起来，然后准备了驴子，准备了好的衣服，这是上教堂预备的。敬拜的预备是什么？要能够有香味出来哦。你想清楚，这个看起来好像在投机取巧很快哦，但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哈。常常我们会我看起来很会带敬拜赞美。很会讲道，很会做什么，但是生命里面却没有味道哈，却没有味道。我们去更深去想一想哈。我顶下我看一个小孩子在看那个刺猬的故事嘛，是赶快哈。有一只刺猬，因为辛苦真济，在欺压，所以不让他还没做会去读书上，同学都把他隔离哈。他回来之后很难过，跟妈妈讲：“妈妈，我不想去上课了，我不会上课了哈，因为大家拢我排斥了呢哈。”伊妈妈讲啦，妈妈真正聪明哈，妈妈讲你要去之前，先去我们的菜园里面哈，去用一块柳丁啊，一块橘子哈，用你的刺把它刺上去哈，拿去跟人家分享。我们可以想象，这只刺猬。后来是整个学校里面最受欢迎的一只动物哈，因为它身上它善用神所给它的这个恩典哈，看别人看起来这是一个欺压哈，那个会让人家不舒服哈，但是他知道怎么用他身上神给他的恩典哈，去成为别人的帮助哈。每一刚去上课的时，大家拢非常欢迎伊哈。因为身躯总是有一寡水果，让他们做分享。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生命啊，他要成为众人的祝福。马说对人爱讲，今天都开始的时，那个基辛格哈，那个人叫做帕特基辛格了哈，这是 Intel 的 CTO 哈，而且这是个一来的时讲一句话哈，伊讲。要让 Intel 重新得到荣耀了哈，这因为 Intel 去用这段时间去用比了都比下去了哈，一早从804、86、586开始哦，一种 Pentium 开始一直做哈，但是因为今麦有真侪这科技的物件起来啊，今麦苹果什么大家拢起来哈，所以他被比下去，但是一当 CEO 之后，他希望什么？他希望 Intel 能够重新得到荣耀哈。但是一下，我为什么我说现在用的页面哈？
不是为了个人的哈，是因为伊每项代志拢是以信仰为开始哈。我师徒讲，伊要坐回来，伊要起信前，伊要先学了敬拜，底下有一个真水的敬拜了后，才开始要做伊的工课哈。伊说那个钱的事，用这是上帝给我的哈。所以伊放的是25亿的美金，不25亿台币啦哈，25亿台币哈，今年放的25亿啦哈。从过去的10%、11%一直上来，一直现在是50%哈。我给咱的人看伊的故事哈。如果有机会，我们去看这个叫。拍这些个吼，这是这个人非常的重，我感觉非常好啦吼，讲到其实会榜样。然后伊伫美国，开始有70个教会啦，一共一年拢开设70个教会吼，不是7个教会吼，一年开设70个教会，他希望伫4股会当有100万吼，每一年都会当有100万的人来信仰所基督吼，这就是这个人一个敬拜的生命吼。能够去成就神的荣耀哦，我想咱不是讲伊也当然安尼尔哈，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啦哈，每个人都可以哈。我最后，这个是唐宗龙的哈，唐宗龙他讲的是哈那个敬虔哈，敬畏、敬虔跟敬拜哈。我觉得咱会样这个唐牧师跟贵用去啊，总是反正有真济在信仰上的反省吼。我记我拄啊在读这个新郎爷戏吼，大概是23年前的事情哈。伊在台湾有一个敬拜团队哈。伊讲一句话我非常印象到现在还是很深刻哈。伊讲基督徒在台湾哈，就是那个时候40几万了哈。到现在还是40几万哦，你看这是一个很大的羞耻啊哈！也在讲 is shame 哈，就是这真大的羞耻啊！我们是不是像这样努力过哈？咱是不是安尼来拍拼过？为了敬畏，我都要讲敬畏哈。神说敬畏，不是敬鬼神的远之的哈，不是讲咱因为惊呀，所以咱不要去靠近他哈。是因为我们怕咱假公咱做了不好，兄弟们来羞辱哈，那才叫真正的敬畏哈。不是因为我怕我不敢去就近他，而是因为我怕我做的不够好，让神的名羞辱了，这才是敬畏哈。亚伯拉罕他用他的生命去活出来哦，所以有时候用。因为伊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恩典就临到他了。今天救恩要临到你的家哈，这是撒该的生命哈。今天也是一样，神的救恩要临到我们泸州教会所有弟兄姐妹哈。因为什么？因为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哈，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哈，因为我们要活出这样的生命出来哈，有生命的香味哈，能够让神的名得到荣耀。我在想爱重要的哈。我咱做会记得，这些提备，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会通搁一摆通过圣经对阮讲话，互阮来学习亚伯拉罕，无拄毋领是干那迄个要来教会的陪伴尔，互阮会通陪伴阮的心来敬拜你，互阮来和你建立一个真水的关系，互阮一生来有价值的关系。互阮一生拢有他们怀念的关系，祝你互阮用恭敬的心将阮的生命献伫你面前，互阮会通献上阮家己，是阮敬拜上界大目的。祝阮通过一段圣经，互阮做伙来学习，互阮泸州教会，阮的兄弟姊妹会通通过安尼来礼拜上帝，来互阮会通成做一个忠心和真正的老母，互上帝的名一直欢喜。祈祷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感谢李牧师美好的勉励。这条咱做伙来念福音诗信息第543首。
信息第543首，我爱儿主的款式，请兄弟起立，担任全首。谢咱当心来红体，擦红体的当工来出现，来出现单。咱做回来迎红培的诗。请坐。即个咱做伙来读今仔日金句，创世纪22章第14节，请阿伯拉罕名迄个所在叫耶和华以勒，到今仔日人还在讲，伫耶和华的山要避难。创世纪22章14节。首先咱来欢迎今日来的新朋友，就伊是古景清弟兄，古景清弟兄，我们欢迎你，他已经退休了哈，是到泸州定居哈，我们欢迎你同共一起来敬拜，
好，另外有2位也是今天第一次来，是我们复先执事的第一次。来好几次哈，没关系，那我们也一同欢迎好吗？今天在场，让我们来欢迎你，欢迎。在组里我们都是一家人，欢迎一起来敬拜上帝。让我们用欢迎歌来欢迎他们。要我来自己最机会，要我来自己最机会。上帝跳好来大雨叫最机会，跳好来自己最机会。好，欢迎。接下来做教会小学报告，今日是教会甲社会奉献主日。欢迎文化教会理事服务司来咱本会进度甲时间的报告。那代表教会的理务司来记下。谢谢。那牧师陈国成牧师受派伫文化教会，李娟牧师受派到理信义教会。请咱大家为着到社会晚会时间来关心甲大道奉献甲支持。第2项8月22到24，下拜1到拜3，咱两位牧师要参加牧家的退休会，所以咱拜3基督会暂停一下。第3，8月28就是下主日，咱是连头礼拜。是由咱本会青年事工的主日，加青年团契共同来服侍甲参加吼。第4是年度的查校，9月初4就是主日礼拜结束了后，咱本会在无组要举行2022年年度的校务的检查，请咱各单位相关的人员举办校册甲存折来受检。嘛请会计人员先到银行甲存折来补登。还有把那个利息都入账，请咱准时来交件。第5，因教会未来时间的扩展，社会管理要举行教会志工的训练，招募愿意参与教会向外发展甲服务人群的若有意愿的，咱会使向咱教师来报名。第6，每礼拜3暗时8点的早间基督会鼓励咱兄弟做伙来参加。会计报告咱家己来过目。团契的消息，暑假2022信心的追随者，伫咱8月20到22礼拜6到礼拜下早起9点到4点半来举行。即马都进行当中，请咱兄弟来关心大道奉献来支持。第2是同心团契的消息，伫第2礼拜结束了后，同心团契要前往会长咱立正节的府上来举行8月份的例会，请会员来准时参加。第2是9月24的礼拜6，伊要举行退休会，地点伫苗栗的花鹿农场。咱KU的费用是500，家属甲其他费用是1000，无导游免费。咱的费用有包含早午晚的3餐、包厢甲茶租。报名咱请我们的翠芳姐妹跟文珍弟兄。第3，信歌队8月27，要举办退休会，他们的主题是重新得力的圣乐服饰，地点伫咧宜兰的韩西部落。那刚刚上午的6点15要伫咧罗州的区公所来集合出发。第4，少年团契伫8月28的主日，要举行例会，要伫班里展园烤肉。那报名兄弟伫咧黄冈下晡1点伫教会集合来出发。具体相同的部分，请咱兄弟家己来过目，为着咱有需要的兄弟来祈祷。那为着咱的国家个疫情，甲世界的一寡天灾地变来做伙来祈祷。总会中会教界的消息，我大约讲一下8月28的拜6，咱台北中会传道部有举行初开的中级训练会，是伫咧大稻埕的教会，请中级的踊跃来参加。今仔日报名杂志，
第二，台北中会委员会举办教会发展的研讨会，有过来日期，请咱兄弟家己来过目。第四，9月20拜六上午10点，咱台北中会举办三支海滩净滩的活动，然后由咱全体信徒来关怀大自然。做伙来参加，来保护咱的生态环境。地点是伫个3支的海滩，费用是200块。请咱大家穿便的服装，来参加吼。8月28报名截止，请有兴趣有时间会使参加的兄弟，紧来报名。以上，有要报，有没有要补充的事项？好。那即摆来行上映要变诗397首。咱作为阿堂，咱是上帝祝福。但愿耶稣基督的主爱、天父上帝的恩典、圣神的帮助，互咱常常伫教会会通用敬拜的心，互上帝的名得到学乐，得到荣耀，你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我去。